大家好，歡迎回來，感謝你今天加入我們。我們有一個新鮮的故事要分享，所以讓我們馬上開始吧。我完全信任我的妻子萊拉，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婚姻會因為不忠而破裂。然而，我們就在這裏。諷刺的是，每當我們聽到朋友或同事因婚外情而離婚時，我總會和萊拉開玩笑說這是不忠。我會搖搖頭說，如果我發現我的妻子出軌，那就完了，沒有第二次機會了。這只是我在談話中隨口說的一句話。每次，萊拉都會笑着說，一個婚姻幸福的女人怎麼會出軌呢？這太荒謬了。她的聲音聽起來如此自信，如此肯定，就好像她從來沒有想過不忠誠一樣。我相信了她，但諷刺的是，這個發誓絕對不會不忠的女人最後卻做了不忠的事。當我與萊拉結婚時，我對自己的誓言言盡於心。我這麼做不只是為了享受那快樂的時光，我決心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支持她。我孜孜不倦地工作，以確保我們過着穩定舒適的生活。甚至在我們結婚之前，我們就經常談論要孩子。這不僅僅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，而是我們都深深渴望的事。但命運卻另有安排。自從我們結婚以來，萊拉已經流產2次，每次流產都對我們的關係造成更大的損害。特別是第二個，改變了一切。從此以後，萊拉就變了。她不再理會我，除非必要，否則幾乎不說話。即使說話，也覺得很空虛，就像她只是在敷衍了事一樣。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悲傷，我也感受到了。但無論我做什麼，我都無法聯絡她。我知道她正處於悲痛之中。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讓她的情況變得更加艱難，因此我站了出來。當她需要的時候，我給她空間，盡一切可能支持她，避免提起任何可能讓她想起我們失去的事情。我告訴自己，時間會治癒一切，有一天她會醒來，一切都會恢復正常。但我錯了。起初，我說服自己，他的疏離只是療癒過程的一部分，但幾個月過去了，情況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變得更糟。萊拉完全避免親密接觸，她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，總是同一個藉口，工作很忙，她必須待到很晚，有太多事情要做。我從來沒質疑過她，我想相信她是誠實的。經歷了這一切之後，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可能會欺騙我，但後來有一天，我的一個朋友和萊拉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人打了電話給我，他的話語雖然簡短，但卻改變了生活。注意你的妻子和他辦公室裏的那個家伙。他的語氣很嚴肅，好像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。那一刻，疑慮開始蔓延。我意識到他的疏離可能不只是悲傷，他可能完全是別的東西。我沒有立即與他對質，我不會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做出指控。男人就是這樣被利用的，根據情感而不是證據採取行動。因此，我更加關注。我觀察了他回家後的行為，他不再急着回家。他總是有理由在工作中待到很晚，但真正的考驗呢？他的訊息，無論人們多麼小心，他們總會在簡訊中犯錯。一個名字，一句話，一條揭露一切的深夜通知。我知道，如果萊拉隱瞞了什麼，他的手機就會揭露真相。從那一刻起，我成為了一個肩負使命的人。我只是需要合適的機會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又很晚回家，看起來很疲憊，就像剛結束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工作。他幾乎不跟我說話，只是嘟囔了幾句累了，然後就直接去了浴室。
我坐在床上假裝翻看手機，聽着水流聲。當他終於出來時，他忽略了我關於他一天情況的問題，鑽進被子裏，仍然盯着他的手機打字。我等待着，我保持沉默，看着他眨眼的速度越來越慢，呼吸越來越平穩。最後，手機從他的指尖滑落到床上。他睡得很熟，他的螢幕仍亮着。已解鎖，我毫不猶豫地伸手去拿它。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我熟悉的名字，我朋友警告我的那位同事。他就是他在打瞌睡前聊天的對象。他們的談話內容就這麼全部呈現在我面前，輕浮、隨意的、熟悉得令人厭惡，就好像他們已經這樣做很久了。我向上滾動頁面，讀到他們過去的消息時，我的胃感到扭曲。他給他發短信說：我希望你能留下來過夜。他的回答讓我心碎萬分。我也想要這樣，但我丈夫會懷疑我出軌。我一片又一片地讀着這句話，然後我繼續滾動瀏覽一條又一條訊息。他們開玩笑、大笑，並約好下班後見面。我的妻子，我以為她只是在悲傷中掙扎，欺騙了我。她知道這是錯的，她知道這會讓我心碎，但她還是這麼做了。我真想把電話丟出房間，我想把她搖醒並要求她做出解釋，但我沒有。相反，我深吸一口氣，咽下空中燃燒的怒火，做了唯一合理的事。我截取了所有內容的螢幕截圖，將其傳輸到我的手機上，然後從他的手機上刪除了它們。他不會知道我發現了什麼。我把他的手機放回原位，坐在黑暗中，盯着天花板。我親眼目睹了我的婚姻破裂，而那個對此負有責任的人正安然地睡在我身邊。到了早上，我就下定了決心。我需要有策略。我從抵押貸款開始。2年前，我們租了一段時間的房子後，共同買了這棟房子。這筆貸款上有我們2個人的名字，這意味着，如果我們分手，我在經濟上仍然會依賴這筆貸款。法院很可能會把房子判給他，如果他無法準時付款，我也要承擔責任。那並沒有發生。我不會讓他在破壞我們的婚姻後再毀掉我的經濟狀況。吃早餐時，我的語氣很隨意，就好像是在分享明智的理財建議。我告訴他，我們的財務規劃師已經警告我即將出現經濟衰退，並建議我們簡化財務。我讓他聽起來像是一個實際的決定，一個負責任的房主應該採取的決定，以避免日後出現麻煩。我告訴他，將房貸轉移到他自己名下是最合理的。他甚至沒有猶豫，他只是點頭同意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根本沒有財務規劃師，也沒有迫在眉睫的危機。唯一的災難就是我即將對他發動的災難。這與錢無關，而是關於在提出離婚之前就斷絕與我的聯繫。一旦我的名字不再有抵押貸款，這棟房子就將完全成為他的負擔。如果他能夠按時還款，那就好了。但如果他落後了，就會損害他的信譽，而不是我的信譽。人們認為，只要發現自己的配偶出軌，就能保證在離婚法庭上勝訴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法律體系不是靠情感來運作的。即使有這些短訊，他仍然可以聲稱這只是無辜的調情。法官也接受了這個藉口。我需要真正的證據，無可否認的東西。因此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，我先見了一位離婚律師。律師確認，雖然不忠可能對我有利，但我需要明智地表達出來。這些文字很好，但我需要更多清晰的、
視覺上的證據來證明萊拉和這個男人有身體上的接觸。這時，律師建議聘請私家偵探，知道如何收集可以在法庭上證明的確鑿證據的人。調查員沒有浪費時間，幾天之內，他就開始跟蹤萊拉和他的同事，追蹤他們下班後的行蹤。他並沒有隨意拍下他們聊天的照片。他捕捉到了我需要的照片，萊拉深夜離開他情人的家的畫面，僅此一點就足以造成損害。但他並沒有就此止步，他錄下了他在車裏待了幾個小時後上車的影片。他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。當調查人員把文件寄給我時，我呆呆地坐在那裏，盯着手機。看到那些簡訊確實很痛苦。但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他多麼輕鬆地過着雙重生活。我保存了每一個文件，並將它們備份到多個地方。我是一個準備戰鬥的人。我知道，如果我想在不遭受經濟損失的情況下離開，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制度並不偏向男性。即使我掌握了所有證據，也不能保證法庭不會在離婚案中支持萊拉。我以前就見過這樣的事情，不忠的一方帶走一半財產，留下忠誠的另一方收拾殘局。那不是我。因此，我開始從我們的聯名賬戶中轉出一些錢，慢慢地、少量地轉出，以避免引起懷疑。這就足以確保到時候他不會從我這裏索取一分錢。起初他沒有注意到，萊拉一直把財務問題交給我，相信我能處理好一切。這種信任讓事情變得更容易。但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個電話，他的聲音很尖銳，但他盡量保持輕鬆的語氣，可能是為了避免過早表現出指責的意味。嘿，寶貝，我剛剛收到銀行發來的一堆警報。我們的聯名賬戶中已經提取了許多筆款項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我沒有猶豫。哦，是的，我隨意地說，就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一樣。我與我們的財務規劃師進行了交談。由於經濟看起來不穩定，他建議我們將部分資金轉移到更安全的投資中，硬資產。即使市場崩潰也不會貶值的東西。這是重寫的版本。我看得出他還在消化我所說的話，所以我繼續說，沒什麼好擔心的，一切都將投入明智的投資。我們只是為了未來而保護自己。我以為他會問更多問題，或許還會追問細節，但他沒有。他只是嘆了口氣說，好吧。我只是想確定一下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沒有財務顧問，也沒有安全的投資計劃。我唯一保護的人是我自己。我取出的每一美元都投入了法庭無法追蹤的資產，奢侈手錶、高端珠寶、珍貴的畫作。這些物品可以隨時隨地出售以換取現金，且不會留下任何書面記錄。如果我只是把錢轉入另一個賬戶，他的律師可能會爭辯說這仍然是婚姻財產。但是實物資產呢？那些是不同的，他們不會出現在銀行對賬單上，而且一旦離開我的手中，就無法再動了。我需要將它們存放在他完全觸及不到的地方，所以我將所有東西都放在墨西哥的一個私人保險箱裏。為什麼是墨西哥？因為美國法院在那裏沒有管轄權。如果他試圖透過法律手段追究我的責任，他將永遠無法追回這些資產。當他意識到錢沒了的時候，他已經無法用任何方式去爭取了。我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機。然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私家偵探給我發了一張照片，把一切都記錄下來了。那是溫妮，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廳裏坐在他的情人的對面。他看起來很高興。
他們正一起吃飯，緊緊依偎在一起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。那天早上，他告訴我他要出去辦點事。現在，他正和那個一直偷偷交往的男人一起吃午餐，有說有笑。我甚至不再生氣了，那部分已經過去了。現在，我要執行我花了幾個月制定的計劃。我毫不浪費時間，收拾好所有行李，並再三檢查，確保不用再回來拿任何東西。房子看起來還是老樣子，但我的痕跡已經全部消失。這裏不再是我的家，只是一個我與一個不尊重我的人住在一起的地方。臨走前，我把離婚文件放在了餐桌中間。我希望他們是他走進來時第一眼看到的東西，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解釋。這些文件和我的缺席足以說明一切。我已經簽了我的部分，他只需要添加他自己的，然後我就走了出去。但我還沒完成，我不會錯過他走進屋子的那一刻。他的小約會對象滿臉笑容，卻發現他的世界天翻地覆。多虧了家裏的安全攝像頭，我不用想象他的反應，我可以即時看到。我坐在幾個街區外的車裏，盯着手機螢幕，運動探測器提醒我他回家了。他走了進去，臉上仍然掛着燦爛滿意的笑容。但當他的目光落到文件上時，改變立即發生了。他停下腳步，臉上的幸福消失了，就像有人按下了開關。他走向桌子，拿起文件，翻閱着，好像他的大腦無法處理他所看到的內容。然後他就驚慌失措了。他衝向臥室，可能以為我在裏面，但我沒有。我只能想象，當他看到烘衣櫃、遺失的箱子，這些都是我已經離開的確鑿證據時，他心裏會想些什麼？我在房間裏看不到他的反應，但當他回到餐桌時，他哭了。然後他找起手機，瘋狂地按着。有一瞬間，我以為他正要打電話給我，但我的電話一直沒響。相反，他把電話放在耳邊，開始和別人通話。也許是他的愛人，也許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不在乎，因為在那一刻，我確信一件事，這只是一個開始。當他最終打電話給我時，我讓他響了，無論他有什麼藉口，我都沒興趣聽。然後就是語音郵件，先後，一開始，他還哭着求我接他。發誓他犯了一個錯誤，他愛我，我們可以解決問題。當我沒有回覆時，訊息就發生了變化。他生氣了，說我沒心沒肺，然後是簡訊，充滿絕望和沮喪的道歉。我全部忽略了他們。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，現在他必須和他們一起生活。起初，他忙着贏回我，沒有意識到我造成的經濟損失，但當他檢查聯名賬戶並發現餘額為零時，他意識到了現實。從那時起，他就不再乞討，開始抗爭。他請了一位律師並試圖追究我的責任，聲稱我偷了我們的積蓄，但在法庭上，他沒有理由提出訴訟。我告訴他們，我根據財務顧問的建議拿這筆錢去投資，但投資失敗了。當然，這完全是謊言。真相是，這筆錢被鎖定在他永遠無法追蹤的資產中。他可以懷疑一切他想懷疑的事，但懷疑並不能贏得官司。證據確實如此，而他卻一無所有。然後就是房子。由於我說服他將抵押貸款轉到他名下，因此法庭認為這是他的責任。我們原本共同承擔抵押貸款並不重要。從理論上講，他現在擁有它了，這意味着他必須付出代價。
而且由於每個月的還款額很高，這將是一場鬥爭。他也許以為他可以向我索取贍養費，但當我的律師拿出他有外遇的確切證據時，那扇門就被關上了。沒有法官會判給與同事鬼鬼祟祟的出軌妻子贍養費。他背叛了婚姻。從法律上來說，這意味着他無權從我這裏得到一分錢。最終，他失去了一切。而事情正如我計劃的那樣發展，離婚在幾個月內就完成了，甚至比我預想的還要快。這全是謊言。真相是，這筆錢被鎖定在他永遠無法追蹤的資產中。他可以懷疑一切他想要懷疑的東西，但是懷疑並不能贏得官司，證據才可以。而他卻一無所有。然後就是房子。我說服他將抵押貸款轉到他一個人名下，這意味着，從紙上看，這筆錢是他一個人的。儘管我們最初是一起承擔的，但法院認為這是他的責任。由於每個月的還款額很高，維持生活將會非常困難。也許他認為他可以向我索取贍養費，但當我的律師拿出他有外遇的確切證據時，那扇門就被關上了。沒有法官會判給與同事鬼鬼祟祟的出軌妻子贍養費。他已經解除了婚姻。從法律上講，這意味着他無權從我這裏獲得任何財務支持。最終，他失去了一切。一切正如我計劃的那樣發生。離婚在幾個月內就完成了，甚至比我預想的還要快。沒有錢。對我沒有任何要求，而且他幾乎買不起房子。他走進法庭，以為自己將要面對一場戰鬥。他走出去時才意識到，在他走進去之前，他就已經輸了。3個月過去了，到那時，溫妮就只剩下一段不愉快的回憶了。我已經向前看了，或者至少，我正在努力向前看。但還有一件事尚未完成。他以為背叛了我之後，他就可以離開我們的婚姻，並且保住其他的一切，他的工作，他的名聲，他的穩定。但事情不會就這樣結束。我一直耐心地在遠處觀察。他仍然在同一家公司，表現得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。但職場婚外情不僅會破壞婚姻，還會破壞職業環境，而以他自己的身份，他應該更清楚這一點。他擔任着一個高級職務，這個職務需要專業精神和正直品格。因此，我收集了所有已知的資料，所有證據，並將其直接發送給人力資源部門，至最高管理階層。我確保他們確切知道是誰向他們提及此事。該公司對於主管和員工之間的關係有嚴格的政策。一旦他們看到證據，他們就別無選擇，只能採取行動。沒多久，1週之內，溫妮被叫去參加一個會議。但從我後來聽到的情況來看，這並不是一次愉快的經驗。他無法透過任何方式擺脫困境。沒有任何藉口能夠推翻擺在他們面前的證據，他當場就被解僱了。他多年的事業心被一個決定毀掉了，就像他為了一場廉價、毫無意義的戀情毀掉了我們的婚姻。我當時沒有看到他的反應，但我可以想象恐慌。他意識到他不僅失去了工作，還失去了經濟保障。我坐下來思考發生的一切。這些年來我愛着她，與她一起生活，努力成為最好的丈夫。那是為了什麼呢？那麼她能和辦公室裏的某個人鬼鬼祟祟地在一起嗎？她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。她知道如果我發現了這件事，我一定會崩潰的。但她還是這麼做了。為此，我確保他付出代價。他利用了我，因此我也利用了系統。
現在讓我們看看生活首先埋葬了誰。你怎麼認為？我是否太冷漠，太精於算計了？或者說他活該遭受這一切？如果你處於我的位置，你會怎麼做？請在評論中告訴我。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，請按讚並分享。